歡迎各位返到嚟明愛賽馬會斯達計劃男士社交及情緒支援服務嘅 channel。今日咧，我哋想同大家探討，究竟我哋快唔快樂呢？生活咧就好似一場旅行咁樣，有精彩嘅風景，亦都有高高低低嘅路段。喺呢個旅程裏面咧，我哋難免都會遇到壓力嘅。但係只要我哋咧學識一啲應對技巧，我哋就可以掌握到自己嘅快樂方程式。而今日有兩個主題想同大家探討，一個就係認識壓力，另一個就係快樂方程式。喺認識壓力方面呢，好多人聽到壓力呢兩個字呢，都可能覺得佢係壞事。我哋不妨都一齊去探討一下。大家有冇試過望住一幅圖片，明明係靜止嘅，但係你越望呢，就越覺得佢喺度轉緊呢？不如我哋一齊嚟試下。請大家一齊望住畫面上面嘅其中一幅圖畫，然之後專心望住佢15秒，有需要咧都可以將影片暫時暫停咧，去俾自己望嘅。你係咪覺得張圖喺度轉緊呢？但係其實呢一幅圖咧係完全靜止嘅。但係當我哋嘅大腦覺得好疲累或者壓力好大嘅時候咧，望住呢一類嘅圖案嘅時候，個動感就會特別明顯啦。不過，我哋都要喺呢度澄清一下，呢一個只係一個簡單嘅視覺錯覺。唔可以單憑望住呢幾幅圖畫就話俾自己有壓力。真正嘅壓力嘅反應呢，仲需要配合其他身體或者心理嘅症狀去判斷㗎。咁真正嘅壓力嘅症狀會係點嘅呢？其實當壓力嚟到嘅時候，我哋嘅身體同埋心理呢都會發出好多嘅警號，去話俾我哋聽，我哋要注意。例如途中呢，我哋見到身體嘅反應呢，可能我哋會好呆滯啦，我哋有啲異常嘅情緒，可能好憤怒，可能好沮喪，情緒嘅低落，甚至我哋可能會失去動力，冇心機去做我哋做緊嘅事情。如果大家發現自己出現以上嘅一啲症狀，而且持續咗好長嘅一段時間，咁就要警惕一下啦。可能壓力就已經敲緊你個門啦。咁壓力係咪一定係壞事呢？適當嘅壓力可以令到我哋更加有動力，更加專注同埋有效率。不過當壓力過高或者持續太耐，我哋就會可能疲累啦、焦慮，甚至影響到我哋嘅身心健康。畫面展示咗壓力同埋能力之間嘅一個倒 U 嘅曲面圖像。我哋見到左邊呢，其實我哋可能壓力低嘅時候，我哋會覺得無聊啦、冇動力啦，表現亦都好一般。中間嘅時候都可能係最佳嘅狀態，充滿咗動力，表現亦都係最好。右邊我哋可能會焦慮啦、疲勞啦，表現嘅下降。所以真正嘅關鍵係點樣掌握壓力嘅最佳分量，而唔係完全冇壓力。快樂係人人都渴望嘅一種感覺。我哋經常祝福人哋生日快樂啊、聖誕快樂啊。但究竟快樂係乜嘢呢？其實心理學家沙利文博士就提出咗一條有趣嘅快樂方程式，等我哋一齊嚟睇下。快樂方程式包括快樂嘅指數係等於與生俱來嘅快樂幅度、環境同埋個人際遇，同埋一啲自我可以控制嘅範圍。喺呢一條方程式，我哋可以睇到，雖然有50% 係與生俱來嘅基因特質，10% 係外在嘅環境，但係有高達40% 嘅快樂係我哋可以控制嘅。換句話講，真正決定你快唔快樂，其實都好大部分係你自己嘅態度、諗法同埋行動。當你願意主動去掌控呢40% 嘅時候，就有能力改變自己嘅快樂指數。如果你目前感覺壓力好低，甚至生活缺乏動力，只要你適當去運用40% 嘅自主控制力，主動去調整生活嘅態度同埋行動，就能夠慢慢將自己嘅狀態提升到呢一個倒 U 型圖嘅最佳點，亦即係壓力嘅適中位置。咁樣嘅狀態就係我哋所講嘅最佳狀態，你會覺得更加專注、更加活躍、更加有滿足感。真正嘅快樂唔係靠環境，而係掌握喺我哋嘅手裏邊。咁點樣先可以做到呢？下一條影片我哋會詳細介紹正向心理學嘅 PERMA 5大元素，幫助你更加掌握自己嘅快樂方程式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